柯先生，我是何刑期，咱毋是约好2点要参详。柯先生，你有要紧无？我要入了。你倒下。好你啦。我考勤上本人，搁一摆对星河房管事务所会失礼，因为我个人的行为造成大家困扰。何刑期小姐毋是亲像红色咧传的迄款，请大家毋通误会何小姐，伫遮慎重甲伊会失礼。真正了不起。毋过哦，即摆会当安尼平安无代志，真好。毋过即对厝骹头一个利弊大，煞嘛头一个搬出去，毋知影伊两人搁来安怎。